Hello，你好，我係 Grace 張，有20多年嘅培訓經驗，係自由工作者。同時之間呢，我係小型網球教練，所以可以安排足夠嘅時間，譬如至少6個月配合 SEN 嘅 tutor 嘅工作。喺指導小朋友嘅當中呢，我發覺有特殊學習需要，即係 SEN 嘅學員呢越嚟越普及。咁為此呢，我喺2年前特別修讀咗由香港教育大學專為 SEN 而設嘅運動導師課程，咁好有系統咁樣學習 SEN 嘅基礎同埋一啲嘅務實嘅技巧。咁再者咧，我有幸咧就成為 Love 21 Foundation 嘅網球教練啦。咁我嘅對象咧就係佢哋嘅會員啦，包括有 ASD 啊、ADHD 啊，同埋唐氏綜合症嘅朋友啦。咁喺過往嘅1年裏面咧，我見證咗佢哋透過運動啦，咁逐步咁樣提升咗佢哋嘅肢體協調嘅能力。咁同時間喺個過程裏面咧，大大增強佢哋嘅成就感同埋滿足感啦。咁呢一段嘅經驗咧，俾我好大嘅鼓舞，亦都係堅定咗我喺 SEN 支援呢一方面嘅職業方向啦。咁得悉 Edge Development Centre 會為 SEN 嘅 tutor 提供一連串嘅培訓啦，同埋佢哋有強大嘅專家作為支援啦。咁我係好欣賞你哋呢方面安排嘅，亦都好渴望成為你哋團隊嘅一份子啦。咁我相信咧，結合我嘅教學嘅經驗同埋我對 SEN 嘅熱忱咧，係可以為更加多嘅朋友咧去提供培訓同埋發掘佢哋個所長啦。咁喺呢一度多謝你花時間去觀賞我嘅申請，咁我期待有進一步嘅機會同你哋交流，多謝。